Hello， 各位觀眾，你哋好啊！歡迎收睇一周黃金新聞，我係 Choco。今日要講嘅話題咧，一啲都唔簡單啊，因為咧佢係涉及到金價同埋白銀嘅波動，仲有我哋嘅經濟狀況。嗱，試想像一下啦，佢就好似頭文字 D 入邊嘅賽車比賽咁樣，瞬息萬變，下一個彎究竟會有啲咩驚喜呢？大家都唔知道㗎。首先就要講下黃金點解單日嘅升幅會咁多呢？喺過去幾日咧，黃金突然暴漲啊，突破咗每盎司$3000呢一個關口。呢一個漲勢皆因為全球經濟嘅不確定性啦，同埋避險需求嘅推動。嗱，試諗下啦，如果你喺一個賽道上面遇到一個危險嘅彎道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加速啦，係咪？而投資者亦都一樣，面對住通脹壓力同埋地緣政治緊張，佢哋就紛紛將啲資金投放喺黃金呢一個安全嘅避風港啦。金價咧喺過去呢幾日咧的而且確係升好多啊，但係喺呢個漲勢之前嘅升升跌跌走勢又係咩原因導致呢？不如我哋都一齊回顧一下。首先，市場咧對於聯準會有降息嘅預期啊，咁樣咧就令到金價上升，就好似一個賽車手喺直路一直加速咁樣，令到金價飆升啊。但係隨住美元走強同埋美國國債嘅收益率上升，金價又回調翻啲啊，就好似賽車手喺賽道上面失控，令到金價有所回落。白銀呢位負價咧喺過去一週都經歷咗唔少嘅波折啊。白銀嘅價格波動咧，主要係因為工業嘅需求啦，同埋避險嘅需求而影響嘅。隨住環球經濟復甦嘅希望升溫，白銀嘅工業需求咧亦都有所上升，就好似一個賽車手喺賽道上面咧遇到爬頭嘅好時機一樣，令到白銀嘅價格上升啊。但當市場情緒轉向謹慎嘅時候咧，白銀又遭受到呢一個回調嘅壓力啦，就好似賽車手喺賽道上面遇到意外嘅障礙咁樣啊，令到白銀短暫有所回調。整體而言，而家個市況咧就好似一場激烈嘅賽車比賽咁樣啊，存在住好多變數同埋不確定性。投資者喺呢一條賽道上面要小心翼翼，一方面要把握時機，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突如其來嘅變數喎。隨住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同埋通脹壓力持續，黃金同白銀嘅價格咧都會喺未來受到唔同嘅因素影響㗎。最後啦，親愛嘅觀眾們，無論你哋係賽車迷定係投資者，都記得要保持警覺，隨時準備迎接下一個彎道嘅挑戰。希望你哋喺呢一場嘅經濟賽車中都揾到你哋嘅最佳路線啦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片啊！拜拜。